用空氣炸鍋整BBQ火雞髀，鮮嫩多汁，真係好正，一啲都唔輸出邊嘅燒烤檔。買咗3隻火雞小腿，11蚊9毫9。洗乾淨之後，我哋將個骨起咗先。起骨嘅時候一定要小心。火雞髀我提前急凍咗2個鐘，以為咁樣啲骨會容易起啲，原來都係咁難搞。切唔到嘅地方可以用鉸剪剪一下。起好之後用刀界下，醃嘅時候就更加容易入味。起出嚟嘅骨唔好抌咗佢，可以留返拎嚟煲湯。調味料都係好簡單，有白胡椒粉啦、料酒、滲少少鹽做個底味，糖係一定唔少得，少少蠔油、豉油1匙羹、紅燒汁1匙羹，然之後就係我哋最愛嘅孜然粉，最後嚟1茶匙澱粉，將佢撈均勻就搞掂。用保鮮紙冚住，放入雪櫃醃1晚。響空氣炸鍋入邊放一張錫紙墊住，噴少少油。我嘅空氣炸鍋好細，所以一次只可以焗1塊火雞髀，雞皮向下要焗咗冇雞皮嗰一邊先。放入空氣炸鍋，350度華氏度焗12分鐘。12分鐘之後，我哋將個火雞扒反轉，喺表面噴少少油，放入空氣炸鍋，繼續350度焗8分鐘。大概仲有1分半鐘嘅時候，可以喺表面再加啲孜然粉，之後放返入去焗埋個分半鐘，超級好味嘅BBQ火雞髀就整好啦！鮮嫩多汁，真係好好味。你睇下啲汁多到係咁滴。喺屋企用空氣炸鍋都可以實現燒烤自由，1個字正。